屬猴嘅朋友，2026年請準備好你嘅行李箱，因為你今年正坐驛馬星，關鍵字就係一個字：動。如果你打算轉行、搬屋、移民或者去外地發展，今年就係最好嘅時機。丙午馬年嘅火氣雖然會令你覺得辛苦勞碌，但屬猴嘅人向來聰明靈活，只要你跑得夠快，窮神都追你唔到。想知邊個月係你嘅黃金出差月？我哋即刻拆解。正月正沖月份，注意安全，人身相沖。開年就非常忙碌，但要小心碰撞。建議呢個月開車要特別留神，雖然想變，但建議先觀察，唔好衝動辭職。2月財運路頭，雖然忙，但開始見到實際收益，適合處理同合約、法律或者文件相關嘅事。3月三合貴人月，辛子辰三合，會有老朋友或者舊同事介紹機會俾你，建議多參加社交活動，貴人就喺入面。4月迎合之月，亦喜亦憂，事身相合但亦相刑，表面上有人揾你合作，但裡面細節好繁瑣，注意睇清楚合約細節，防範糖衣陷阱。5月驛馬能量巔峰，呢個月係全年最動嘅月份，建議適合出差、旅行，甚至係搬屋，去南方或者去大城市走一圈，可以催旺運勢。6月運勢平穩，經過前幾個月嘅奔波，呢個月係休息期。7月值月月份，能量強勁，自信心回升。注意火氣旺會令你同家人容易有摩擦，記得多一分耐性。8月桃花旺盛，異性緣好好，而且多數係喺工作環境或者公幹途中遇到。9月求學進修月，建議適合報讀課程或者考取專業證照，對未來升職極有幫助。10月亥月，預防小人辛害傷害，身邊可能出現眼紅你嘅人喺背後講是非，化解，保持低調，唔好喺公司過分炫耀自己嘅成就。11月三合合財月，辛子辰三合局，財運極佳，係年尾收成期，之前種落嘅因，呢個月會有果。12月平穩收官，建議適合檢視一整年嘅戰果，並準備迎接下一年。建議佩戴龍形飾物，龍與猴三合，能夠幫你增強決斷力，並且喺動盪嘅驛馬年中穩定你嘅氣場。2026火旺，屬猴為金，火克金，建議多用白色、銀色、金色，呢個能夠幫你保持頭腦冷靜，不被繁雜嘅瑣事擾亂心神。屬猴人今年要信奉動中生財，唔好怕辛苦，多走動，多交流。你越勤力跑，你嘅財富就增長得越快。屬猴嘅朋友，2026年係考驗你體力同努力嘅一年，只要你保持靈活，絕對可以大賺一筆。下一集我哋會講生肖屬雞嘅朋友。2026年屬雞嘅朋友竟然有正財星入命，想知點樣把握加薪機會？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我哋下集見。